各位同學，你哋每日起身第一件事係咪睇電話、打機、碌 IG、同朋友吹水、用 ChatGPT 做功課？我諗10個有9個都係，咁包括我。但係我問你一條問題，你有冇諗過你睇嘅每一個連結、share 嘅每一張相，甚至你個手機個時間都有可能同國家安全扯上關係？嚇，國家安全咁大嘅嘢，關我咩事啫？咁你錯啦。今日我會用10分鐘時間講4個真實嘅案例，全部喺香港同埋周圍發生，而且同你部手機同你個 IG 賬戶有直接關係。聽完之後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原來自己就係國家安全嘅第一道防線。準備好未？開始。好多人以為國家安全只係軍人、警察、間諜片入面嘅嘢，但其實國家安全好似一幅超大嘅拼圖，有成20塊。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科技、網絡、數據、人工智能，你諗到嘅範疇幾乎全部包晒。而今日我哋重點講嘅係其中5塊同 IT、AI 最有計傾嘅領域。我幫你改咗個易記嘅名：網絡安全，上網唔俾人 hack，黑客入侵；數據安全，你啲私隱、相片、對話記錄唔會被人偷；人工智能安全， AI 唔會俾人教壞咗；科技安全，我哋用嘅晶片軟件冇後門；金融安全，你阿媽張信用卡、銀行存款冇事。呢5樣嘢同你每日嘅數碼生活環環相扣。跟住落嚟4個案例，全部都同佢哋有關，有啲顛到你唔信。第3段，案例1，你覺得自己好醒，騙徒就最中意你呢種。第一個案例同錢有關。2025年，香港會計師公會做咗個調查，訪問咗超過2000個小4至中3嘅學生，結果點？差唔多每10個入面就有1個，近1成曾經俾人呃過錢，平均冇咗1100蚊。1100蚊對中學生嚟講，等於3個幾禮拜嘅零用錢。仲有人試過俾人呃成10000蚊，成部新手機嘅價錢啊！最搞笑嘅係呢班學生俾自己嘅防騙能力評分10分滿分，佢哋平均俾自己8.2分，即係話覺得自己好醒，唔會中伏嘅人，偏偏就係最易中伏嗰個。你話諷唔諷刺？騙徒用咩手法呢？遊戲點數、交易、網購、假網站。有個同學校咗個優惠連結之後，成個手機嘅聯絡人都收到幫我過數嘅詐騙信息。仲有2025年11月，警方17日內接獲近50宗裸聊騙案，當中11個受害人係學生，最細嗰個得11歲，小學都未畢業。記住，你覺得自己太細個，唔會係目標。騙徒就係專揀你呢種有零用錢、有手機、有社交媒體，但警覺性未夠高嘅年輕人。你以為自己好醒，就係中伏嘅開始。第二個案例同你 IG 上嘅每一張自拍有關。2025年7月，港大爆出一單極度離譜嘅案件，一個法律系男學生竟然用網上免費 AI 軟件，將20至30個女同學師姐嘅社交媒體相片生成裸露色情照。佢電腦入面搜到超過700張呢類偽造相片。最諷刺嘅係佢自己讀法律片，應該最清楚咩叫違法，偏偏就係佢做咗出嚟。但 AI 換臉唔止用嚟傷害身邊嘅人，仲可以玩到好大。2025年10月，警方拉咗個犯罪集團，佢哋用 AI 將自己個樣融入已報失嘅身份證相片，然後用離開銀行戶口23次申請，19次成功呃過銀行嘅容貌辨識系統，之後再用呢啲戶口借錢、碌卡、清洗，黑錢高達1.9億港元。仲有一單，騙徒用 Deepfake 技術將男人變成靚女，喺網上同人談戀愛，呃人投資假加密貨幣平台，騙款超過3.6億。集團入面仲有6個本地大學畢業生添。你覺得自己只係放咗張靚相上網，嗰張相可以變成色情照，可以呃過銀行，可以呃人幾億。你嘅相片比你想象中值錢好多好多，所以下次放相之前諗多3秒。第3個案例同人工智能點樣學習有關。你知唔知 AI 點解咁叻？因為佢食咗大量嘅數據，即係文章、圖片、對話記錄，就好似一個人食好多飯先會大隻，
但問題係，如果啲飯有毒呢？2025年8月，國家安全部出咗個警告，話人工智能嘅訓練數據入面有大量虛假信息、偏見內容，即係有人特登放啲假資料入去，等 AI 學壞。有幾嚴重？研究發現，只要訓練數據入面有0.01%嘅假嘢，AI 輸出有害內容嘅機會就會升11.2%，0.01%，即係1萬句入面夾一句假嘢，已經足夠令到 AI 變壞超過1成。就算得0.001%，都會升7.2%。打個比喻，如果 AI 係你個好朋友，佢每日聽你講1萬句説話，裡面只要有一句係謊言，佢就會開始信錯嘢，仲會傳播俾其他人。國家安全部話 AI 可能變成投毒者、泄密者同挑撥者，有境外勢力正利用呢種方法，透過 AI 散播假新聞，影響輿論，干擾我哋嘅判斷。AI 係一把雙面人，佢可以幫我哋做功課、解決問題，但如果被壞人教壞咗，佢可以變成一個隱形武器，影響你嘅判斷，影響社會嘅秩序，甚至威脅國家安全。第4個案例可能係最意想不到嘅，有大學教授講解過一個真實事件，授時中心曾經遭受網絡攻擊。先前討論咩嘢係授時中心，就係負責俾北京時間嘅機構。高鐵幾點開車，衛星幾時發射，你屋企啲太陽能光伏發電點樣並入電網，全部都依賴一個精準嘅時間先前討論。如果壞人攻擊咗授時系統會點？高鐵嘅調度會混亂，可能出現追撞風險，金融交易嘅時間錯會出錯，股票買賣可能亂晒，導航系統會失靈，飛機船隻可能偏離航道，而呢一切都係透過網絡攻擊做到嘅。你手機上顯示嘅時間背後牽涉嘅係一個國家嘅安全命脈。聽完以上4個案例，你可能會問：咁我可以做啲咩？以下6件事你今日就可以做到。第一，密碼要強，唔好用生日日期，唔好用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用句子加符號嘅組合。例如，我中意食魚蛋2025。第二，唔聯女連結，收到優惠信息、中獎通知、遊戲點數、免費送，先問家長或者老師。記住一句話：太好的事情通常唔係真的。第三，唔隨便授權，俾 AI 或者 App 一鍵授權，存取你嘅相機、通訊錄，位置就好似將屋企鎖匙交俾陌生人。每次授權之前問自己：佢真係需要呢啲資料咩？第四，分享相片前三思。你嘅相可以被用來製作 deepfake， 唔亂發別人嘅相，都係一種尊重同保護。第五，保護個人資料，唔好向網上嘅陌生人透露你真實嘅姓名、學校、身份證號碼、家庭住址。第六，唔輕信網上朋友，網上認識嘅人未必係佢哋聲稱嗰個人美女背後可能係犯罪集團。如果發現可疑嘅網絡行為，例如有人叫你傳送裸照、匯款、提供個人資料，即刻告訴家長或老師。仲要記住一個號碼12339，呢個係國家安全舉報電話。你嘅一個警覺、一個舉報，可能阻止一場災難。今日我哋講咗4個案例。案例1，接近1成中小學生曾經受騙，平均損失1100蚊，最年輕嘅受害人只有11歲。案例2， AI 換臉可以製作虛假色情照，呃過銀行身份驗證，清洗1.9億黑錢，詐騙3.6億。案例3， 0.01% 嘅虛假數據可以令 AI 變壞，11.2% AI 可以變成隱形武器。案例4，連時間都可以成為國家安全嘅戰場。國家安全教育從來唔係離身嘅嘢，佢就喺你手機嘅屏幕上，你電腦嘅鍵盤上，你分享嘅每一張相入面。0.01% 嘅虛假數據可以令 AI 變壞11.2%。同樣地，你嘅一個警覺、一個正確嘅決定，可以令國家安全加固100%。每一行安全嘅程式碼，每一個唔聯網嘅連結，每一張唔亂發嘅相，每一次對可疑信息嘅警惕，都係喺守護我哋嘅國家，守護香港，守護你自己。從今日起，做一個數碼小戰士，用你嘅警覺、
同智慧，守護國家安全。多謝各位。